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大塑集团有一个高层的干部9月初飞到上海虹桥机场了后，马上和中国的国安单位请去透明问话，尾啊，互放出来，佮未当返来台湾，都袂输被边控，就是互限制出境出海。讲这已经毋是个案，过去1年来，有军人、警察。替我身份的台湾人到中国，至少有8人逢找麻烦。立委来呼吁，爱来厘清到为什么台湾人会受到差别的对待。大陆委员会即日起调升中国大陆及香港、澳门旅游警示灯为橙色灯号。3个月前才调升示警的灯号，提醒台湾人去中国旅游的时阵有风险。即摆又搁听讲，一个大宋集团台湾州的高层管理干部。9月初1为台北上山机场飞到上海虹桥机场，班机才拄到位，都互上海的国安警员直接登机透明盘查。虽然了后释放请回，也毋过也是未当离境，无法度返来台湾，被诉伫边境互控制至少18天。其实现在去中国真的是一个危险的地方。你可不可以去是一个考量，你回不回得来又是一个考量。要去中国真的要特别的小心，像我们自己大概都不会去中国。尤其是身份敏感的退休军警，最近一档至少有8件案件去中国了后，红楼底下调查。社运人士杨迪恩2022年经甲互中国以长期做台独分裂活动，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做理由，封扣起来。北京文化从编辑复测到中国探亲，嘛互以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做理由逮捕。那边境的管制，就是可能和刑事案件有牵连，需要进行调查。陆委会也应该要负起沟通的平台跟角色以及管道，去厘清为什么会针对性的对于台湾人民的部分有这样的一个，如果说有差别对待的话，我想我们也不希望看到，也不希望发生。针对这件代志，陆委会回应讲，政府已经有掌握相关消息，案件牵涉到个案的安全，冇收到家属提出协助的需求，会出手斗3天。中共搁再出手打压，互两岸关系愈来愈紧张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